即摆有真侪人出门，都惊会去挖着新冠病毒，所以拢会挂迄个护目镜、挂喙罨。伫外口保护甲遮尔周至，等来到厝了后，清洁甲消毒要安怎来做呢？皮肤科的医师张家颖建议大家，为外口等来厝了后，爱确实做到7个步数，甲即个病毒扎伫个门骹口。尤其上爱注意的是爱洗手、洗身躯、洗头毛。 你们家也会在门口先放一罐消毒酒精，然后在开门之前先喷洒一下门把，并且消毒双手吗？这个动作真重要，会使甲病毒挡伫门骹口。为着避免挖着新冠病毒，真侪人伫外口拢会挂护目镜、喙罨，不过伫外口保护周全，等去到厝内安全清洁消毒。 皮肤科医生张家颖建议大家，等去到厝内有7个重要的步数。在做完第一个步骤之后，紧接下来要记得消毒你的随身包包、还有外衣以及钱包跟手机。另外也要记得把口罩脱掉。 第3步就是会记你甲衫和生活区做分开。第4步若是有包裹或者是食物，要先甲外包装消毒，再摕入去厝内。第5步要赶紧用地裤洗手、换衫裤。第6步赶紧洗头、洗身躯。上好是会使用温水，洗发精的泡至少会使停留20秒。除此之外，医生也建议少用一些造型品，以免沾染灰尘。 不管是造型品或者是喷雾，拢会较黏。医生建议这段时间先莫用。上尾第7步才会使放心和厝内人接触。彻底完成7个步数，才会使甲厝内当作是前气区。虽然步数真济，也是建议会使过来执行，保护厝内人的安全。